你爸只是说好听的给你听，他根本就不要你。我一个人把你养大，你知道我看了多少的白眼，我受了多少的气吗？对，我傻呀，我笨啊，我当初应该把你堕胎拿掉的，我根本不应该把你生下来，不然我现在不会过这种日子。几点啦？你不吃饭是吧？吃饭还人家叫。好啊，你不吃是吧？我也不吃，我们一起饿死好了。你都不想聊一聊吗？你现在是怎样？你要跟我算总账是不是？啊？你为什么要骗我？为什么你要说那个人不要我们？是因为我是女的？我是为你好。那你说什么？我有一个美国常春藤名校、很优秀的弟弟，现在在开飞机，从小就要我比来比去，这些也都是为了我好。如果我不这么说，你会上进吗？你会这么拼吗？是你不想面对事实。你扯了这么多谎，都是你在欺骗你自己。那个人根本从来就没有喜欢过你，跟我是男的是女的一点关系都没有。哈，你爸只是说好听的给你听，他根本就不要你。我一个人把你养大，你知道我看了多少的白眼，我受了多少的气吗？对，我傻呀，我笨啊，我当初应该把你堕胎拿掉的，我根本不应该把你生下来，不然我现在不会过这种日子。那你有想过我吗？你不觉得你讲这种话很自私吗？你说我自私？你说我自私啊？不是因为你，我的人生、我的青春、我的事业，我所有对于家庭美满的生活，通通没有了，不是因为你吗？谁自私？你告诉我，你才是最自私的那一个。你有话想说却苦无发声的管道吗？你对事情有不同的见解却无人倾诉吗？年轻学子们站出来说出你们的想法，让我们听听年轻人的心声。闹变风向强力征求学生辨识，只要你敢说，我们就敢要。赶紧拍摄影片，然后发送到我们以下的信箱，就会有专人跟你联系。还有，别忘了订阅我们闹变风向的 YT 频道，按赞，开启小铃铛，就不会错过我们精彩的辩论哦。各位朋友，闹变风向，敢嘴就来辩。